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3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出来及记19章第1节到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亲近上帝。其实现代人应该真容易了解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啦吼。特别是咱定定咧讲伫即个科技发达的即个中间，电子用品真正是侪的。今仔日咱定定咧讲算像讲厝里的人吼，虽然住斗阵啦吼，住伫同一间厝内底吼，却离了真远啦吼。咱定定看到人迄讲迄个有迄个图片讲着厝诶人坐做伙吼，咧甲边仔人讲话爱用手机安尼吼，就是即个意思啦吼。所以真侪时阵，咱伫信仰诶顶悬，其实嘛是安尼吼。明明咱拢知影，咱诶认知顶悬拢知影讲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诶上帝，伊随时拢甲咱三角伫地，但是咱却无啥甲伊亲近，好若亲像感觉讲伊拢无伫诶安尼啦吼。还是讲咱周围有伤侪物件，好若亲像电子用品共款，吸引着咱，互咱吼离咱诶上帝安尼远安尼吼。昨咱讲着光，也已经有小可讲着今日个主题，就是咱咧亲近光啦吼。咱爱趁有光诶时阵来亲近光，就是咱咧讲亲近上帝啦吼。今日个经文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安尼甲咱讲，伊是外籍，互人气杀，若是互上帝竞选丁重，恁就近伊啦吼，亲像外籍安尼吼，去做上帝圣神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显咱的神伫一切。伫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吼，这清楚甲咱讲，亲近主耶稣基督，并毋是因为用咱人的角度，就人的角度来讲，耶稣是被人弃杀的石头。咱要亲近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拣选伊，并且珍重伊，差遣伊成做世界的救赎。所以因为正着伊，上帝要建立世界的道城吼，享受迄个救恩，互一切伫伊内面的人会当受着来庇荫吼，无伫到灭亡袂安尼失望啦吼。咱台语的圣经翻译讲见效吼，袂伫到见效。以色列人对摩西出埃及，伫曠野流浪侪年的时间。一直到因伫迄个西奈山骹的时阵，因准备要来领受上帝的诫命，咱讲10条诫。用个咱咧讲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所在，即个角度来看吼，以色列人有真正认捌上帝吗？以色列人敢有真正渴望要来亲近上帝吗？其实拢无啦吼。以色列人伫埃及住430冬，因早已经袂记得上帝啊。因此，上帝咧呼召摩西转去到伫埃及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呢，上帝爱用即个以色列人来介绍上帝本身吼，就亲像即个上帝介绍伊本身，互摩西知影共款，讲我是自然而然吼，佮讲。你着甲以色列百姓安尼讲，自然呢找我来到恁遮。上帝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讲，即个找我到恁遮的，就是迄个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到15节。
安尼介绍同时嘛是第六节，上帝介绍家己互摩西时阵所讲的安尼话。摩西以及以色列人伫基本上拢毋捌上帝，也无渴望亲近上帝。伫出来入记第4章，咱会看到摩西伊安那百般找理由来提示，就是无想要互上帝来呼召啊、找拣啊。以色列人呢，就伫迄座上帝山的下面，因咧等听候即个摩西的时阵，并无想要亲近上帝啊，对无？圣经甲咱记载啊，因反倒转爱亚伦帮因做一只金牛啊，亲像埃及咧祭拜偶像。神明，以色列人完全袂记日，忽略迄个带领因出埃及，过红海，避开即个法老王的追杀，佮甲互因战胜亚玛力人的上帝。因袂记日，因已经属伫上帝的百姓，无搁再受伫即个埃及奴隶的人。真侪时阵，咱基督徒伫生活中间嘛是安尼，咱袂记日咱属伫上帝的救恩内底，已经诚做自由的人。不但有灵命顶悬的自由，佫会当诚做上帝的奴仆。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经文，安尼甲咱讲，圣经有记载看啊，我用所竞选、所叮当的即个触角石头，要来要紧放伫即个顺城，信伊的人无得到见效，安尼迄个宝贝属伫恁信的人，若是伫遐个毋信的人中间起厝的师傅所起使的石头，要成做即个触角的头壳石。佮讲，做跋倒的人的石，碍着人的石盘，因毋顺趁道理来跋倒。要到安尼是本着定着的，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的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报伫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前恁前毋是百姓，但是上帝的百姓，无去受怜悯，但有得到怜悯吼，前无受怜悯，但得到怜悯吼，就是讲因得到救啊，但是因袂记日啦吼。所以，正着彼得所咧讲的话，来讲即个紧啊，就伫迄个人甲上帝中间迄脱崖的石头，甲散互开，建立咱甲上帝稳固的关系。正着即个触角石、头壳石吼，的即个耶稣基督做咱的救恩的基础，着爱积极来亲近上帝，互咱的生命甲上帝结连做伙。亲近上帝是咱的福气，也是咱的呼召的使命。当咱甲上帝亲近的时阵，咱着活伫迄个光明的下骹，咱的生命无搁再是黑暗，无搁有阻碍，无搁有任何物件伫咱的心内中的地位会当超过上帝。所以要请咱思考看觅啊吼，牧师爱咱甲来想啊吼，伫你我的心目中，也是讲咱的生命中间，有甚物款的人、代志、物件，伫咱的心中的地位是超过上帝，脱开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阻碍着咱家己亲近上帝的意愿呢？求主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出埃及记19章第1到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亲近上帝。现代人应该是很容易就了解，现在牧师要分享的就是今天的信息啊。我们常常说，在科技发达、电子产品非常泛滥的今日呢，很多时候家人虽然聚在一起啊，或是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啊，
其实却离得非常远。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图片啊，就说家里人坐在一起，结果要跟对方讲话还要用 text。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其实就像这样子，我们明明在认知上面知道说我们所知道的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上帝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可是我们却不太亲近他，甚至我们认为说上帝不在我们这边，或是因为我们周遭有太多的东西，例如电子产品，刚刚我们说的，吸引了我们，使我们远离了上帝。昨天我们谈到了光，也已经谈到了像今天的主题说亲近光亲近上帝。要趁着有光的时候亲近光，趁着上帝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还是我们知道的时候，就要来亲近他。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他这样说：要亲近主，活的石头，虽然他被人厌弃，但上帝拣选他，珍惜他。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亲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他是被舍弃的石头。我们亲近基督是因为上帝拣选并且珍重他，差遣他成为这个世界的救赎。因为借着上帝要建立世界的逃城，赐下救恩，使一切在里面的人呢受到庇护，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也不会失望。台语的翻译，这个失望呢，是说羞耻啊。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在旷野流浪，一直到他们到西乃山下的时候，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诫命10诫。我们说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之处，就是在西乃山。那么牧师想要问的是，以色列人认识上帝吗？以色列人真的渴望亲近上帝吗？其实都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430年，他们早已经忘记上帝是谁。因此当上帝呼召摩西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他向以色列人介绍说，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你去告诉他们，那位叫创始城中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耶和华，是他们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我差你到他们那里，我的名永远叫耶和华，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我。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4到第15节。同样的，当上帝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就问你是谁？上帝就这样的介绍他自己给摩西，也是用他的话，在第6节。摩西跟以色列人基本上其实都不认识上帝，也没有渴慕要亲近上帝。可能你们会说，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差派的，是最伟大的领袖啊。可是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第4章的经文来看，我们看到摩西他百般的推诿，他就是不想要被上帝给呼召或是差遣。而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就在那一座上帝的山西乃山的下面的时候，他们在等候摩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亲近上帝，他们反而告诉亚伦说，你为我们制造一个上帝，像埃及一样偶像、金牛、神明这样子。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忽略了
那一位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逃避法老王的追杀、战胜亚玛力人的上帝。他们忘记了，他们已经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他们不再是那个被埃及奴隶的人了。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就像在埃及或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已经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但有灵性上的自由，更是成为上帝的仆人。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的经文里面这样说道：因为圣经上说，我选了一个贵重的石头做锡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对你们信的人来说，这石头是很宝贵的，可是对那一些不信的人，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石。圣经的另一处说，这一块绊脚的石头是要使人绊脚的石块，他们绊倒了，因为他们不信真道。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他的子民。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忘记了他们已经属于上帝的子民，他们已经在光的领导之下。所以基督徒今天要记得把那个阻碍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的那个石头挪走，建立我们非常稳固的房角石，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基础上面，积极的亲近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结连在一起。亲近上帝是我们的福气啊，也是我们的呼召跟使命。当我们与上帝亲近的时候，就活在光明之下，生命就不再黑暗，没有阻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能够高过上帝。所以牧师最后要请我们想一想，在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事物，就像那个电子产品一样，在我们的心里的地位高过于上帝，阻碍了我们自己跟上帝亲近的这个机会跟意愿呢？愿主帮助我们。